今日係2025年9月16號啦。天朝設計嚟到火炭嘅星海提案，幫客人安裝咗個露台嘅隱形防護網，而家已經安裝好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啦，高清度非常之高啦，就唔影響個景觀啦。日頭睇基本上就唔係好覺得個網嘅存在啦。咁啊唔會影響個景觀之餘，又可以防到大人同小朋友嘅安全啦。因為佢呢個間距係5cm 左右嘅間距啦，所以咧就非常之安全啦。咁因為呢度47樓啊，咁啊客人可能驚小朋友危險啦，所以就做咗呢個隱形防護網，係啦，客人都非常之滿意嘅，係啦。咁就如果個係有需要裝呢啲隱形防護網嘅話，隨時聯絡我哋天朝設計。多謝晒。